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咧食饭的任务。你安尼害我拢规个腰开，你敢知？偷偷叹一嘴。好，紧来。趁人无注意。好，啊，今仔日呢，咱要来讲一个跟同性恋有关系的话题。因为呢，顶一个月6月是即个 Pride Month， 就是人讲华语叫骄傲月，对，骄傲月。后个月呢，佫是咱万城足大的一个 LGBT 的大游行，所以呢，想要来讲即个万城跟台湾的同性恋的运动的一寡简单的历史。遮咱先来工商服务一下，就是拄则讲迄8月26是咱万城 LGBT 的大游行。咱遮的即个台湾人协会为2017年开始参加到今，已经几个届。逐冬拢爱招50个人上街头来游行。所以呢，各位伫英国也是欧洲的朋友，若是迄天有空，请你加入咱，吼。会当找咱的 Manchester Taiwanese Association 的即个卖奖业来提即个注文的链接，吼。来报名。咱到时嘛会甲迄链接放伫咱的名册，也是咱的 Instagram 顶悬。对。讲即个上街头啊，感觉有小可严肃，但是其实万城游行是伊的气氛是较轻松的，就是较像咧 party。咱台湾对来加入有几站无共的意义，就是第一站就是逐个一定拢有一寡住伫即个三拄仔内底的朋友吼。对。因可能因为家庭，还是因为宗教的等等的因素的原因，就歹出来即个拄仔外口。因可能嘛毋知影讲外口有啥物人会当甲因接受。所以对我来讲，来参加即个活动上大的意义呢，就是伊是一个政治的表态。就是讲我遮的朋友呢，恁伫三拄仔内底恁歹出来无要紧，但是恁为我的相片，为我的分享，你就知影讲我对即个 LGBT 的族群是支持的。所以恁若是有代志想要甲阮讨论，毋免惊，会当甲我讲。对。第二站呢，就是大家拢知影讲台湾是亚洲第一个甲同性恋婚姻变做合法的国家，所以咱逐冬拢会有一寡即个其他的亚洲的国家的同性恋来加入咱的即个队内底。因为因的家己的社群是无可能开钱来参加即个游行。所以咱就去甲因接纳起来。你敢捌当过对面呢？我有差不多进前啦，疫情进前差不多大概拢有2-3个对面的来参加。因为因会小可迄看头看面安尼。可能惊风看着，惊互因的警察公安看着。因的迄个职业学生啊。对啊，职业学生马英九即款的。对，要白啊。系啊，要白啊。我感觉第三个展出就是讲透过参加当地活动，支持当地的即个活动运动，互大家看到台湾。而且呢，即个游行中国袂来抢。
你敢知影进前咱去进前咱去伦敦参加一个市长的游行啊？迄是咱遮侨委会兼驻英代表处，含一堆比如讲啥物华航啦、长荣啊，因拢有来参加，拢有来赞助。啊，叫一堆人去参加游行啊，咱佫派迄个三太子为万城冲落，甲因斗骹手，结果游行，系啊，忝甲敢若狗共款啊，隔工呢，新华社就写报纸讲，咱中国台湾有参加，靠北，是毋是？开几个百磅啊！系啊，开几个百磅啊！超遮侪人来参加，结果互规盘捧走去，气到要死去。即马参加这个是你有本事，你来捧去啊！好，那捧去，你到底是要安讲？这真正是你敢讲是中国台湾嘛？应该因嘛毋敢讲吧？会惊影响因国内风气啊，毋是吗？无啊，因嘛袂当讲啊，因为同性恋因国内是国内拢讲因同性恋是变态啊，对毋对？哦，系啊，所以即当阵因的态度真正是迄边讲啊，选择性诶。嘿，对啊，所以有本事你就来捧。无讲算像咱伫遮参加这游行，拢会有足侪人甲阮来甲阮小借问，然后讲我知影恁台湾足进步诶，啥物啥物货。真诶。这是因捧袂走诶，因为这是咱诶价值。对，无错。讲到即个 Manchester Pride 吼，就是即个活动呢，伊是为80年代开始诶，伊是伫即个 Labour Party 工党诶议员诶支持之下开始诶。有伫英国大过诶人拢知影8月有一个 Bank Holiday， 就是跟银行嘛无啥物关系，反正你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一诶固定休假。所以 Manchester Pride 伊就是办伫即个时阵，伊为80年代开始就是办伫即个时阵。一开始伊是几间店做伙来做一个活动，募资互爱滋患者的即个支持团体，也是讲捐互即个买一寡家具去互即个治疗爱滋患者的病院。伊到即个90年代时阵呢，即个活动就变做是规个礼拜毋是规个礼拜，就是拜五到拜一4天的活动。内底伊会有市啊，也有放烟火安尼。到2000年进前就变做已经是规个城市为时大到囡仔拢会来参加，就是无限即个价在参加。变做一个全城市的性质的一个活动。所以伊到2002年的时阵，伊的参加人数就破10万啊！哇，系啊，足大诶。系啊。伊一直为即个2003年开始到疫情进前，因拢是会伫即个活动的前一天，就甲即个 Gay Village， 就是咱讲的同性恋庄，伊会甲即规区甲封起来。你要买票才会当入去 party。因即个才卖票即个利润的分配互万城的即个同性恋的支持团体。迄个 party 就好呢。系啊，我毋知你有去过无？因迄 party 就好耍诶。我伫外口跳，无买票入去啊。毋过伊迄无买票入去，你着伫外口甲一群人耍足欢喜啊。对啊。系啊。伊就是内底就是伊封起来嘛，内底有足侪 pub 嘛。也是bar，逐间拢会放音乐，逐间拢有 DJ， 拢有卖酒，你就是一间跳过一间，足侪人拢会伫，因为伊街仔路封起来嘛，所以逐个拢会伫街仔路顶，就开始跳舞、啉酒、开讲。对。逐个因为逐个拢是支持共款的议题的朋友，所以逐个无熟悉的青婚人嘛是拢马钱的款安尼。对啊。所以就好耍诶。但是来啦，就是即个活动伊嘛毋是无问题，就是最近几年呢，定定有受到批评。因为我拄则讲你爱买票才会当入去迄个 party 嘛。对啊。伊即
即个卖票的即个钱愈来愈贵，愈来愈贵。上贵的迄当呢是，介上爱一工爱70磅的款，嘿，所以伊收着批评，因为伊收遮贵的票嘛，但是伊实际分配互即个同性恋支持团体的比例是愈来愈低。因伫2019年迄当，因的收入是将近400万英镑，嘿，伊实际捐互即个支持团体的部分是无够3%，差不多是，嘿，惊若是12万磅尔。其他的300几万呢？毋知啊，讲着这，比如讲迄当啊，Ariana Grande 伊有去表演，伊的表演的收费呢是35万英镑。哇！这是3倍即个支持团体摕到的钱呢。支持团体摕到12万磅 ，Ariana Grande 摕到30万磅。而且呢，佫愈落诶，就是 CEO 呢，伊佫甲家己加薪水加2万磅。我天呀！2万磅才是人迄 year salary 就是20,000 pound。对。对啊，足济呢！伊加2万磅，可能是一个大学生出来的薪水啊呢。对。所以伊就互叫去 BBC 的新闻面顶，去互 grill， 去互烧。Someone roasted him。对。因为可能因为遮的批评，后来就是因旧年迄届因就取消即个演唱会的部分啊。对。虽然是安尼，但是我感觉即个活动嘛是有足好的部分，就是像头前讲的即个演唱会的部分足开钱的。而且呢，对即个 LGBT 的族群伊的支持的效益无大。但是伊佫有别个部分啊，比如讲即个游行啊，伊佫有一个职工暗会佫有即个 gay village party， 就是咱拄则讲的规个街仔路封起来迄个部分。伊嘛有一寡工作等等。旧年开始嘛有规划互即个有囡仔的家庭，佫有青少年来参加的活动。这我感觉拢是对即个派的规个活动内底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伊是这拢是有教育的意义的。对。伊比如讲伊的即个职工的暗会，我大概拢会看伊的转播，大概看拢会看甲目屎流目屎滴。因伊办伫即个 Suffield Garden 内底大家可能毋知影，即个 Suffield Garden 伊是伫即个 gay village 边仔的一个公园。即个公园大家若是有兴趣来到晚霞，会当去看一下。伊内底有一个 Alan Turing 的像。大家拢知影 Alan Turing 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数学家、电脑科学家。嘿，有的人嘛会叫伊是即个 AI in 阿爸。人工智慧对，人工智慧之父哈。伊是出世伫咧伦敦，但是伊后来搬来曼城大。伊对即个电脑的贡献非常的大。但是呢，虽然伊是一个伊是一个高人，但是呢，伊也是因为伊同性恋的身份，互即个英国的政府来迫害，最后伊就自杀啦。所以呢，转来即个职工的暗会，即个暗会伊的主题呢，就是要来纪念即个因为艾滋病过身，还是讲因为即个 LGBT 身份互歧视、互伤害，还是讲互迫害的人。所以感觉你大概听因咧讲话拢目屎流目屎滴。对，好煞来呢，咱咧小可来介绍讲曼城伊即个伫即个同性恋运动内底即个 significance， 伊的重要性。咱顶一集有讲过，就是曼城上有出名的即个 LGBT
伫的即个景点就是 Gay Village 嘛。对。啊，讲到即个有一个 Union Pub， 因为伊伫疫情期间开始办一寡 drug show， 来互遮当时伫遮的美军来看。啊，慢慢啊，伊就吸引到一寡 LGBT 的族群伫遮来交朋友啦，搬烂。啊，后来的20-30当，遮就变做是 LGBT 族群主要的一个社交的即个所在。啊，过来呢，来到609、809年代之间呢，英国常常咧争取一寡平权的立法，含推动即个性别平权的即个教育。啊，万社伫遮的运动内底，拢是最重要的地位。啊，万社的人出足侪力的，啊，搁为万社出去影响全国的人。啊，所以呢，有足侪即个同性恋的支持团体，比如讲，类似咱的即个热线，同志热线，伊会公联的即个 LGBT Foundation 啊，啊，搁有一个专门咧帮助即个 LGBT 的青少年的无家者，就是咱讲 homeless， 即个组织叫 Albert Kennedy Trust， 伊就是安那咧，就是英国足侪 LGBT 的少年人，因还未18，但是因为因父母发现讲因可能有即个 LGBT 的可能是 LGBT 的族群，所以因父母甲因护出去，无要互因住伫厝内底。但是因还未18岁，无法度。可能无法度找工课，也是讲搁咧上课，所以因就足需要有一个所在通住。啊，所以有一个人伊就出来做即个支持团体，就是专门咧帮助遮的少年人。啊，搁有一个叫 Biphoria， 就是专门咧支持即个bisexual 的。遮支持团体拢是为万城起家，啊搁推送到全国的。对，所以遮拢是万城足重要的。啊，搁有比如讲万城搁有一个 Gay Deal， 就是专门咧播送即个跟 LGBT 有关系一寡新闻啊，还是即个 radio 安尼。对，啊，这是万社伫咧英国的同性恋运动的一寡较重要的部分。安尼，假是我来讲咱台湾的，其实咱台湾的网络顶悬拢找会着，毋过我想要 highlight 一寡我感觉较重要的部分啦。就是像你头拄有讲，咱台湾的同性恋运动是开始是由一群女性主义者主导的嘛，对无？因为伫咧1982年。妇女新知基金会就是有一群女性，因伫推动即个女性权益甲性别平等之下所创立的。啊，近年有一位真有名的作家叫做白先勇先生，伊就出版一本册叫做《孽子》。我感觉这是因为开始社会风气有一点无共，所以。人才有可能有即个勇气去做即件代志，因为伫妇女新知甲迄个白先勇先生因出的作品了后，伫1986年的时阵，有一位算是咱正是大家若讲着台湾同志运动，拢会讲着一位真有名的人叫齐家威。伊伫1986年的时阵就出柜，伊就开始为台湾的同志。算是踏出第一步嘛，因为出柜了后，就足侪新闻去甲访问安尼。啊，过2冬，伫1988年的时阵，伊就申请同性结婚，结果互拒绝。所以到1990年的时阵，就一个第一个女性同性恋的组织成立，叫做阮之间。我感觉这拢是。有一寡人一步一步安尼先踏出来，所以才会当影响其他的人
有即个勇气徛出来。1990年，即个女性同性恋成立了后，就是1991年的时阵，就有一个女性同性恋的公开的一个结婚的仪式。然后伫迄1996年的时阵，有一个台湾的作家叫柯幼新，甲伊的美国伴侣伫台北的饭店举办因的婚礼。我感觉迄种，因为这拢是新闻有报出来嘛，我感觉这拢会慢慢去影响台湾人对同性恋的即个看法。然后伫2000年的时阵，就是上有名的玫瑰少年叶永志的事件，嘿，才好大家搁更加去深深的去思考即件代志吧。嘿，然后我感觉我头拄有讲到的白先勇啊，搁齐家威，搁一个柯幼新作家，我感觉因三个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之前拢有伫美国读册过。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即个风气，因为美国自由开放的风气，去影响着因，甲即个因的变化，甲即个自由的风气早转来台湾啊，慢慢去影响台湾人吧。对。啊，毋过其实因为我感觉规个拢是，因为1986年时毋是民进党创办啊。哦，我毋知诶。就是我感觉这就是拢有一个时间的脉络。系啊，反正拢是一个社会风气慢慢会当，因为你人的思想有进步到遐，所以就会慢慢啊变化。啊，因为一开始毋是拢袂当有啥物党派的嘛，拢干那国民党尔。啊，到1986年民进党创立了后，就规个慢慢啊，我感觉就慢慢推送着台湾行入一个更较自由、民主、进步的风气安尼。对，这是拢是足侪党外因素来拍拼出来的一个空间。对。我嘛感觉讲胡律新知因伫即个改严进程，就改严进程就开始做来争取即个女性权益，嘛是真勇敢安尼。对啊。毋过我感觉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家己的看法，因为有当时有足侪人拢讲吼，你莫收政治啊，你莫甲这意识形态早入来的即个同志即个物件。毋过我感觉你就是要有共款想法，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啊！你就是有共款想法、共款理念的人才会做伙啊！因为你遮侪人有共款理念，你就想要做一寡较无共的代志。对啊。所以就系啊。大家都介想甲意识形态这四个字拢误会啊。对啊。其实所有的人拢有意识形态啊，就是大家左派意识形态，右派有右派的意识形态啊。啊，无意识形态嘛是一款意识形态啊。对啊。对啊。毋过我感觉有，系啊。毋过有诶人拢讲吼，我无啥物意识形态，你莫甲我讲这，我无想要迄落。毋过你投票诶时阵，你就是爱徛平啊，毋是吗？对啊。讲有一寡对，有一人可能伊真正无意识形态，但是无意识形态表示你无咧思想啊，你无咧思考啊，无是人拢会有意识形态，对啊。拢会有你支持的价值，有你要追求的代志，这就是意识形态啊。系啊。对啊。讲转来，即个台湾的即个 timeline 呢，就是叶永志了后，伫2003年开始，伫台北举行一个亚洲第一个 Pride Parade， 就是伫台北。所以咱毋仅是即个亚洲第一个甲即个同性恋婚姻变做合法的国家，嘛是头一个伫亚洲办 Pride Parade 的国家。煞来呢，2冬了后，2005年，萧美琴伫头一届伫咧立法院来提出一个同婚法案。后壁的故事大家拢知影。最后咱是伫咧2019年的时阵来甲即个同性婚姻变成合法。对，所以总共一句呢，今年
曼城的 Manchester Pride 要庆祝英国的10周年的即个合法的10周年。咱呢台湾嘛是足重要，咱嘛要庆祝咱的第4年的即个合法的纪念。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参加。我感觉还有顺续庆祝咱的当行车用囡仔的通过啊。对。对。讲咱头拄仔讲到意识形态即款的嘛，有真好奇讲你是安怎开始会支持同性恋？我感觉我支持同性恋运动的原因，跟台湾的故事足像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我伫咧阮顶一end的，就是阮阿嬷迄代的厝内时代，拢是较重男轻女的。所以自细汉我就互要求讲，我的表现甲比厝内的兄哥哥较好，才会当证明我的价值。但是即句话伊的后壁的意思就是讲，女性就是无价值。所以我拢会自然表现甲足像迄查甫的。但是当时我毋知讲，这就是一款亚女的思想。后来我高中来读女校，就是女校内底就是就请会有着即个同性恋即个事啊。有一寡查某囡仔，有一寡同学伊会伫高中的时阵，跟查某囡仔交往。大学了后，搁再交男朋友，安尼。遮个人诶，因会互讲较足歹听诶。但是我迄个时阵就会感觉讲 ，Why not？是啥物人规定讲一直爱含啥物性别来交往？嘛是即个时阵，我开始思考性别是啥货？开始对即个性别诶二分法有一寡问题啦，就是讲为虾米一定爱安尼？后来就开始有接触到一寡性别较无共的人，互我开始思考，开始去读一寡册，慢慢为一个是主要是为着朋友的道义来支持同性恋朋友的人，变做一个女性主义者。你咧？我其实我感觉足侪拢是因为朋友的道义支持同性恋的。其实我是一开始伫高中的时阵，因为阮住宿舍嘛，甲学长姐即款的就有听到有人伫八卦讲有对一个学姐伊是 bisexual， 双性恋啊。毋过迄当阵嘛无，迄当阵会感觉是讲，竟然有人是双性恋安尼。因为我伫高中的时阵，因为住宿舍关系拢是查某的要不然就是带回去的朋友拢是查某的。因为高中的时阵，直接还有查某的同学会来厝的耍还是啥货，到我高中的时阵拢变做查某的。我迄当阵嘛较查甫型安尼。所以迄当阵阮爸母有一点烦恼。因就足惊的怪有一届我学甲我妈问讲吼，阮若真正是同性恋，你要安怎？我妈就讲个人做个人担意思啊？伊的意思讲，伊的意思应该就是讲，这就是你的代志。阮无啥物意见。我感觉伊想要表达是这个意思啦，我毋知。因个嘛是因为高中毕业了，你接触的人侪可能嘛是因为我迄当阵较查甫性吧，所以就慢慢识识足侪同性恋的朋友。有一个就是伊会甲我讲，伊是同性恋，是因为伊有一个朋友嘛是同性恋的朋友，甲伊讲，你一定爱找一个人讲出来，无你安尼你受压抑啊。我就是讲，你来找一个人讲出来，无你7天了后就会流鼻血。无，因为伊是，我感觉伊算是我做毋甘伊的，伊是大孙佮大囝。所以因为伊若转去厝的时阵，就是
等去因家长时阵，就足侪眼光会甲看啊，甲问啊，系啊，啊，佮我伊就甲我讲，伊是伊家己查甫诶，我毋是，系啊，迄当阵我诶反应想，哦，你是阮朋友啊，这甲迄也无啥物关系啊，因为有诶人就是毋敢讲，会惊人诶看法嘛，系啊。啊，慢慢了，我感觉因拢是共款啊，拢是共款啊，甲迄查甫也无啥物差别啦。对啊，系啊。啊，毋过我无看册啊，我无想安尼，我无是你安尼会去读一寡册啊。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因为朋友的道义，然后支持同性恋。到尾感觉。到尾感觉就是咱拢是人啊，无必要去分这。对。对。啊，然后我头先是讲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对。我最近伫看一个 Netflix 的精灵节目，叫做《Life After Death》。哦，伊是一个 psychic，人要讲机动吗？嘛毋是机动，反正就是会当甲第三世界，甲你的祖先会当有感应的一个人，啊，伊做的一寡关落音，嘛无算关落音，反正伊就是有法度甲你过往的亲情接触着，啊去甲你讲一寡资讯安尼。啊，有两个故事我印象足深。You know, I cry like a bitch 。我真正真的，伊就是第一个，伊有当时就是行路时阵，然后伊就会看到一寡 image 安尼。迄个伊迄讲就是去做一寡 charity， 去做一寡善事啊。然后伊要倒来路里，伊就向家一个先生，啊，伊看迄个先生了，就甲讲哦。我有一寡代志想要甲你讲，啊，毋过我无毋知你愿意接受无？啊，毋过因为迄个人嘛知影伊是迄个 psychic 迄 medium 迄款的，伊会讲好无问题。然后即个 psychic 伊叫 Taylor，Taylor 就甲讲，我今仔日伫路林就看到有一位老太太 old lady，show me some image。就是互我看一寡相就对啊，即位老太太呢，伊互我看到的相就是伊一直伫揽一个查甫囡仔，嘿，然后即个人伊就哭出来安尼，伊即个人是可能40-50岁安尼，伊就哭出来，然后我是讲，为什么要哭？啊，怪伊就伊即个先生就甲讲。迄是阮妈妈，然后伊是因妈妈要过身的前6礼拜，伊甲伊的伴侣伫办囡仔请用。嘿，啊，伊妈妈做无法度谅解，伊妈妈讲你已经是同性恋，即个代志已经做害啊，为虾米你阁要去请用一个囡仔？嘿，结果即个 Taylor 甲伊讲，伊妈妈已经接受了这件事，然后给那个小孩子很大的拥抱安尼。伊讲已经接受即件代志啊，对啊，嘿，然后伊就讲互伊妈妈做为伊骄傲的安尼。我看了之后，我真好甲一个。对，这嘛是我若是好，拢是好即款的。对啊，这真做好好呢。啊，有另外一个嘛是小可差不多共款的，所以我感觉有一寡伫台湾有一寡较传统的父母，拢会感觉恁这是无自然啊，违反自然啊，啥物的。啊，毋过你看人迄关录音嘛，毋是关录音，迄父母拢是做支持因家己的囡仔啦。虽然讲在世时阵无支持啊，你看转来，拢专工去甲因囝讲，我做支持你做即件代志。对，系啊，真正我感觉有出来人的支持是是会互人足感动的，但是无嘛不要紧啊，因为咱遮有足侪支持团体，因拢会当做咱的厝内人。真的。
对，系啊，好，安尼咱今仔日到遮差不多啊吼。感谢大家收听。对，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你爱出国。啊！